学而篇第一。子曰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有子曰：其为人也，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，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，谓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？子曰：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曾子曰：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子曰：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子曰：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行有余力，宜学文。子夏曰：贤贤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治其身，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虽微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子曰：君子不重，则不威；学则不固。主忠信，无有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曾子曰：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后矣。子禽问于子贡曰：夫子至于是邦也，必闻其政，求之与？亦与之与？子贡曰：夫子温良恭俭让，以得之，夫子之求之也。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？子曰：父在，观其志；父没，观其行。3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有子曰：礼之用，和为贵。先王之道，所思为美。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有子曰：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；恭近于礼，远耻辱也。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宗也。子曰：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已。子贡曰：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子曰：可也。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子贡曰：诗云：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其斯谓与？子曰：是也。时可与言诗矣。道诸往而知来者。子曰：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者不知人也。恭诵《论语·学而篇第一。子曰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有子曰：其为人也，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，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，谓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？子曰：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曾子曰：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子曰：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
子曰：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放爱众而亲仁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子夏曰：贤贤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治其身，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子曰：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，主忠信。无有不如己者，过则无惮改。曾子曰：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后矣。子禽问于子贡曰：夫子至于是邦也，必闻其政，求之与？亦与之与？子贡曰：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，夫子之求之也。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？子曰：父在，观其志；父没，观其行。3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也。有子曰：礼之用，和为贵；先王之道，斯为美。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有子曰：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；恭近于礼，远耻辱也。因不失其宗也。子曰：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民是慎就正焉。就有道而正焉。贡曰：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子曰：可也。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子贡曰：诗云：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其斯之谓与？子曰：是也。始可与言诗已矣。告诸往而知来者。子曰：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公诵弥勒救苦真经，侯说弥勒救苦经。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入灵山地。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。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。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物极土。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间中华木。九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木垂玉线。收元显化在东。南北两极连中中续，序远古特采中央，老木降下通天窍。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通天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金令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
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造以择日月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宗。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此念一遍神通大，此念两遍得超生。此念三遍神鬼怕，黄两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弥陀佛。扣是扣手。扣六，扣九，十扣手。网络不顺会中断，断断续续。爱无诵经回向弟子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赵长云。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公转成回向于天地，公转成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东活佛，济公活佛，菩萨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国泰民安，南无当来世所自导，圣慈招格世才能，世所自导，圣慈招格才能，圣慈招格才能，南无生弥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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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尊佛。感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前贤，还有李香姐姐帮忙附送。后学今晚学习导读完毕，晚安。晚安，感恩啊，感恩，优秀的前贤慈悲哦，开启给大家晚安。大家新年好，感恩，晚安。感恩后前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啊，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，红坛主啊，各位讲师、各位
前学们大家晚安。洪礼任晚安。王全宪晚安。前学们晚安。陈老板晚安。沈领任晚安。林千宪晚安。晚安了，晚安了，大家新年好。祝福大家新年好。